吃饭饭菜，哎呦，一大块灵魂。米蛋的哈家，苏州最好吃的青豆子，面皮来得像第六铺啊！做自媒体，也面子也流量，等下那个只有4个字：推了给内幕先生呀，思路一连。再饭吃好，马上出门。Hello。我下个礼拜就要到法国去了，浪漫之都。你要把我的眉毛弄得充满诱惑。我2年前做的是那种平面的，对，这次要做立体的。好嘞啊！我要那种细细的啊，浓眉大眼 hold 不住。哎呦，好一根龙孩子啊，我的妈呀！你这分样子啊！我到了巴黎街上有多少回头率，一半取决于你。哎呦，这还个这，哎呦！来，我们来看看。今天做的主要就是自然，就像我自己长出来的，对，一模一样的，哎，真的，哎呀，所以做米饭哈，一分高低一分厚，2把卷子卷谁是2把卷子卷个眼沟，6把卷子卷谁是6把卷子卷个眼沟，眼沟还菜片还。确实比前2年好看，比上一次好看。对，老年天退休工资凑谈，会去叫你家老刘报销。你肯定讲啊，你爱米饭没米饭侪一样，没感觉。那我们这次去找个法国大亨，如果能找到就不要回来了。就把老刘换掉，搿是不来讲，搿是不来讲，不来讲，真的好看。对的，这也是我人啊，还可。对呀，你有没有觉得人也好看，皮肤又白？你的脸比我大一点，大一圈。脸大，我是中号，你是大号。你是小号，我是大号。不，我中号，小号肯定不是的。哎呦，一些爷爷来自那地人，那你忙吧啊，不耽误你发财了啊，拜拜。